你揀信咩？當年一手買翻嚟，一日都未住過嘅，全部都係原汁原味。啲地板上邊全部都係灰塵，呢個兒子買間屋即係擺灰嘅。主人房呢，出去就有我哋一個陽台嘅，呢邊呢就係一個東南方向望出去嘅景觀嘅話，都非常之舒服，別墅景觀。然之後嘅話呢，佢啲房間呢都幾實在嘅，79個方可以做到咗2個房間，包括呢個細房呢，佢啲飄窗呢都可以往外移出去嘅。呢邊呢就係我哋嘅別墅景觀，將個飄窗移出之後，望出去嘅景觀特別之舒服。洗手間我哋中間位置仲係一個直長方形嘅一個洗手間位置嚟嘅。廳呢就係一個南北對流啦，2個窗，非常之舒服。門口入嚟位置呢就係我哋個廚房啦。嘅廚房嘅話呢都係原汁原味嘅。今日總價只要53個就可以攞低啦。一個79平方嘅2房，南北對流，東南向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